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又来到了我的整人时间了。他现在在睡觉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早，而且你看，他都不会醒哦。他已经睡很久都不会醒，因为我今天要先来帮他化妆，等一下再告诉你们我要整他什么哦。我现在要叫他起床了。文庆宇，文庆宇，小狗在在叫了，你去帮小狗放饭，快点，快点啦！文庆，你知道那个下一个天亮怎么唱啊？什么下一个天亮啊？就郭靖的那一首啊。怎么知道？快点帮我查一下啦，快点啦！睡觉哎。你看一下副歌怎么唱，快点。我知道啦。帮我查一下啦。几月？在你头上。烦哦，你好烦哦。你睡很久了哎。好吧。你先查一下。你念给我听。等下一个天亮，去上之前手上往哪里散不好吗？自己学自己会融化。你的肩膀是我大的。你在唱吗？肩膀是我大的天堂。等下一个天亮，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？好啊。我喜。你在干嘛？录你啊！你刚刚唱什么？你在干嘛？你先唱那一。你在干嘛？你唱我就告诉你，快点。等下一个天亮，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？好啊。什么啦？干嘛啦？你自己看啊，有照片送给你。什么东西啦？你看一下照片。啊，你不是要我送给你，我就送给你啊。难怪我就想说，我怎么个眼睛，你什么都变黑了？你好屌哦，你好屌哦！那你再唱一次。我不要。等下一个天亮，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？好啊。好啊。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？这个醒了，我刚睡觉，我醒了。